好啦，嚟到今期嘅最後一節節目啊，亦都係星期日香港馬壇嘅呢個年度其中一個大賽啦，就係香港打比大賽啦，四歲公民一生一次啊，咁啊，今屆嗰個陣容咧就當然都有啲好叻嘅馬喺度嘅，但係咧又好似感覺上就冇我哋而家 banner 睇到嗰三隻馬嗰陣時咁嘅氣勢，其實奧楊利巴嗰陣時都冇乜突出感嘅喎，好似。因為佢贏完經典一哩之後，經典杯好似晚放都唔得啊嘛，係啊，結果巴道就用奇招贏咯。同埋今屆呢，因為開頭大家都諗住會唔會就係小鳥天堂鬥數字天文咁簡單咧，咁啊結果睇完經典杯之後，原來唔係嘅，今屆都係亂局嚟嘅，咁啊睇下佢打比點啦。咁睇翻近10屆冠軍先啦，咁啊呂健威啦就20年啦、25年贏咗2屆嘅。咁啊，另外就大摩啦，都贏過2屆啦，阿蔡亦都贏過。咁羅富全就天滿意啦。咁騎師方面就布文、莫雷拉、莫雅啊嗰啲都贏過，反而潘頓其實近10屆只係贏過一次，因為對手就已經係15年嘅戰利品啦。嗯。咁啊，再講出賽最長路程同埋名次咧，其實大部分馬都有跑過1800嘅或以上嘅，但係係咪一定要贏咧？其實又未必㗎噃。係啦，咁啊嗱，大至尊就特別啲啦，佢又作為佢跑過2000米嘅馬匹去即係參加打比，亦都贏埋啦。嗱，今年嘅賽事咧，喺香港跑過2000米嘅咧，得2隻嘅啫，嗯，就係數字天文同埋即係港上尾班車咧，就紫荊傳令。其他馬咧，一係就係外地可能有跑過啦，咁啊，但係香港總之就未跑過嘅。咁睇翻近10屆，又好似真係唔一定要跑過2000先得，甚至其實好多大家賽前覺得未必有1800、2000嘅氣量嘅話，最尾都可以贏得到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呢方面都留意翻啦。咁天氣方面，開頭就話禮拜日有機會落雨嘅，但係啱啱我哋睇天文台咧就話禮拜日應該都係多雲嘅啫。咁所以我諗我哋應該都唔會話出現太大嘅變化啦。咁啊，第一條片先睇翻經典杯先啦。咁嗰陣時我哋就好慘啦，因為我哋就係揀咗2、3、4名嗰3隻，然後結果就俾紫荊盛世蝕咗啦。咁我哋今屆我哋就繼續好長情地啦，呢3隻我哋都會繼續叫翻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奧金剛今次就除面箍啊，咁因為睇訪問廖康永就話覺得隻馬大面箍中即係早段都係太行，咁可能用力用多咗。咁其實對於一隻馬好馬嚟講，其實唔需要帶任何配備，可能係先係最好嘅事嚟嘅。嗯。咁佢又有個好檔咧，因為呢3隻馬其實我覺得個檔位都 O K。咁大牛金剛好似係4檔定2檔係啦。佢都係內檔嘅，咁所以大牛金剛就我諗都冇乜問題啦。標之宇宙咧呢場就因為抽外檔嘅關係咧，令佢早段留後咗。因為我覺得呢啲馬唔一定要留，同埋我覺得佢唔係嗰啲哇加速力好突出嗰啲馬咯。咁所以就呢隻馬標之宇宙今次6檔麥文傑希望可以跟翻前啲，跟正翻大牛金剛排3檔咯。咁數字天文咧雖然你睇佢話放頭嗰排13檔可以爭啲，但我見佢咧出閘有時會慢啊。如果你排內檔咧，有時你一出閘慢咗，俾人夾咗咧，雷王跟馬會搶口喎。咁所以13檔咧，我寧願排外檔，喺出面遊埋嚟可能仲好。咁所以我覺得呢3隻馬喺打比跑得好嘅機會，仍然都係幾高咯。係啊，即係特別係數字天文，我都真係好同意你嘅觀點，就係13檔對佢嚟講反而唔係壞事，因為雖然佢上次即係跑經典杯都係喺出面咁樣遊上嚟啦，咁但係大家記得喎，上次跑經典杯隻天星前段係取得好快，係比佢之前即係講緊係對比數字天文贏8週年紀念銀瓶嗰場咧，佢因為嗰場佢係咩輕磅贏啊嘛，係但係個頭2段第二、第3段嘅時間快咗成秒幾，差唔多2秒啊！佢翻到嚟個第3，其實係最尾嗰下先俾標之宇就過到，你見都唔係即係好十分用，你點都係留有二代，即係叫佢撻撻適應到個126磅，因為之前佢都係咩輕磅贏啊嘛。其實佢第4一啲都唔差，唯一係有啲擔心放頭馬，即係陣間有個數據就關於佢嘅，睇下佢可唔可以克服到。咁但係既然呢隻馬，我覺得今場真係唔似有好多馬會係好快前足，即係起碼冇咗天星嗰類馬先啦。就算有馬會上去搞佢都好，咁俾佢喺前面走到嘅話，用佢咁均速咁韌嘅馬咧，我覺得數字天文係絕對有機會喺度爭嘅。咁但係我自己行頭都係跟翻經典杯一樣啦，我都係揀翻白鹿金剛啦，因為之前都有。即係講過呢隻馬，其實佢內檔都已經證明過唔怕，佢試過喺馬林入面衝，同埋就我好同意頭先 S 君佢帶出嗰個訪問嗰個觀點，就係好嘅馬反璞歸真，唔使任何配備，其實係最好嘅。同埋呢隻馬本身都冇乜口，我覺得，即係你加到面都可能令佢走急咗，反而仲好。咁特別上2000，你更加唔好有一件事發生添啦。咁今次啦，抽到個3檔，咁布文亦都已經摸咗佢咁多次。上年廖康銘就足願慘啦14檔，所以就追唔切。今次白鹿金剛抽3，其實呢隻馬根本就唔需要次次留到咁後去跑，手中間都完全冇問題。咁最近就真係好旺啦！我哋錄影之前嗰場即係個發育谷賽事，廖康銘就5 win 啦。
睇下個氣勢可唔可以旺到佢，就幫佢贏，即係首奪打比冠軍啦。即係白鹿金剛絕對係今屆嘅即係其中一隻即係爭勝要角嚟嘅。咁標誌宇宙同樣啦，我覺得亦都係有機會威脅到白鹿金剛，就係一嚟排六檔就係頭先都有講過，唔一定要留到咁後，佢又係跟蹤啱都得嘅。同埋以一隻之前受過傷嘅馬唞咗咁耐，今年一復出即刻贏，嗰場贏緊嘅咩？贏緊有咩馬？紫荊盛世咪就喺嗰場咯。熱咗身之後，跟住之後佢再個進程咧，雖然佢有一場就跑得唔冇咁好，嗰場就係經典一哩賽啦。咁但係跟住去經典杯啦，其實直路呢度咧，大家留意翻呢個位，其實紫荊盛世係有少少冚咗隻標誌宇宙一巴嘅，冚咗佢之後，紫荊盛世都已經走咗啦，標誌宇宙先重新發力，但係佢發力咗之後咧，翻到嚟係持續撲進嚟嘅。咁超凡高手嘅指示，好多外地其實都跑到1600以上都可以，下線更加係出到咩精心挑選啦，3200米都到嘅馬嚟嘅。咁所以路金剛、標誌宇宙就兩隻中字型，我覺得希望可以留住中間跑，末段爆一段嘅馬。數字天文咧就靠均速大步攬，睇下可唔可以走到翻嚟。咁真係圍繞住就係依三隻。紫荊盛世又點睇咧？嗱，佢呢兩場嘅末段的確係好驚人嘅，咁但係就睇得出就係佢跟前唔好咯，佢一定要捉喺後面跑一段咯。同埋我自己都有揾過數據嘅，就係近屆經典杯10倍或以上頭馬咧，之後跑打比嘅成績咧，其實除咗星洲司令可以繼續 keep 到跑第二之外咧，其他有啲球星啊、健康愉快啊、妙算大人啊、學男全部都唔得嘅。咁睇完呢個數據就驚驚地咯。咁小喬嗰隻小鳥天堂咧，咁呢場就好多人就詬病何澤堯嗰個走位問題啦。但我都係比較斟酌呢隻馬姜口，因為我覺得隻馬其實早段咧都係 settle 得唔係咁好咯。咁你仲要上嚟跑2000，你話係咪真係一定 hold 到咧？同埋經典一哩，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嗰個問題。咁佢直路其實塞咗，其實某程度上幫咗佢爆發嗰段短途馬加速力。咁你如果去到跑打比2000，你如果用一啲相對保守嘅策略，你轉彎就望空走，你係咪一定爆到咁好嘅後勁咧？咁我個人係非常之懷疑。咁同埋小鳥天堂，咁既然我哋都頭兩關都拗得頸啊，咁去到正本你再拗頸都好正常啫。係啊，同埋其實睇佢下線咧，佢比紫荊盛世啊，雖然佢哋都係豪華房車，只係佢同副馬，但佢下線更加冇長力，佢下線係1500米或以下嘅馬嚟嘅啫。咁加上今次你跑到2000，佢唔係澳遊氣泡贏嗰年咁樣慢步速減低氣量要求，可以大家最尾鬥爆。如果係咁樣嘅，咁你小鳥天堂跑1600嘅，你可能爆得到嘅。但你有隻數字天文喺度，佢放最多只係正常步速放，甚至會偏快少少。咁你就會變成你氣量嘅考驗一定會再多啲。好多人都覺得加上你1800，你其實都係有末段又阻咗啦，最尾翻到嚟我好似騎幾下衝翻入個馬棚，好似好犀利。其實個餘勢冇想象中咁嘅，起碼喺我喺我心中，佢只係交翻佢自己少少嘅追勁。如果佢最尾做完之後爆得勁，佢餘勢應該係會衝得好啲。所以我覺得上翻嚟2000，仲要今次執咗個10檔咧，如果早段賣唔到嚟望空或者頂唔住走咗上去嘅話咧，就好難跑。就真係學 S 君，我哋都好一致噶啦，頭兩關都拗得頸，今鋪繼續拗頸，咁我哋就冇要紫荊盛世。嗱，仲有一隻都趁少少時間都講埋少少，一定超啦！我哋都好希望呢隻馬跑得好，因為呢隻馬都幾叻嘅馬嚟嘅。但可惜今次就抽到個大海檔喎。同埋霍宏星嚟香港之後未贏過2000或以上，捉完都爭啲嘅。係啊，所以冇計，希望霍宏星都爭氣啦。咁之後就同大家睇下個試集啦。咁睇下隻比較不明啲嘅馬就係隻紫荊傳令啦。咁呢隻馬啲花生大家都好清楚，本身就麥道朗騎嘅。最後尾輾轉就潘頓都有馬騎啦，就騎呢隻紫荊傳令。咁我知呢隻馬就係由金門錦標嗰陣，你都幾中意佢。係啊，咁呢隻其實本身咧，我就好想佢今年入到打比嘅。都開咗頭，驚佢個分唔夠，最尾又驚險，即係驚險地入選。因為點解咧？頭先嗱 S 哥講金門錦標啦，嗱，大家都記得我上年就去咗雅士谷現場啦。其實我就正正喺現場睇住呢隻紫荊傳令，嗰陣時都覺得哇，隻馬都個款幾靚仔喎，而當日亦都跑得好好啦。翻到嚟大熱門只係最尾緊緊俾隻名碼頭追到，佢嗰場已經係2000米，所以其實佢係無論外地又好，香港都好，另一隻都係有充足2000米經驗嘅馬嚟㗎啦。咁嗱，當然佢嚟香港跑第二場，落地第二場就已經入到 Q 啦。嗰場跑1600米就輸俾好鋭嘅一生好彩嘅。其實兩隻馬都輕輕飄甩咗後面。上到2000嗰場點解咁差咧？咁後尾睇翻，原來就係個裝備問題啦，無啦啦就加咗個面箍俾佢，佢就唔舒服，就即係叫做跑得就可能就有啲唔中意佢，因為有啲馬用裝備的確係冇咁好噶嘛。咁跟住啦，所以就跑完嗰場之後咧，本身即係有記者都問過游立明就話：點解唔俾隻馬跑多場啊？咁就話佢覺得隻馬其實個分可能已經夠入選，
與其跑多場，令到佢有機會跑得唔好減分，或者令到佢個體力受到影響嘅話，不如唞住佢嚟做集，去慢慢去充足去唞，即係俾佢回翻夠氣，做好啲先出嚟跑。而今次咧出到嚟亦都冇咗個裝備，雖然佢喺金門錦標，我記得就好似 S1 同我講過，係好似係帶過耳塞嘅，好似裝有少少配備嘅。咁但係起碼今次都係啦，還原翻基本步。係㗎啦，嗱，本身如果麥道朗跑嘅話咧，我就首選嚟嘅，或者甚至如果收到好檔更加首選。而家咧慘啦，收咗12檔，仲要轉潘頓，我就自己忍痛，我就無奈就擺第4選。咁當然我自己都希望佢贏到，因為我都真係好中意呢隻馬。而兩隻紫荊係我亦都中意紫荊全領多啲。咁睇下咯，到時隻馬希望早段 settle 得到。其實同埋金門錦標佢就追嘅，咁啊佢亦都試過，即係佢跟前少少都可以，佢唔一定要落到好後。咁睇下12檔潘頓會點樣處理咯。咁只要隻馬 settle 到，又加得到佢本身末段嘅後勁嘅話，希望佢贏到啦嚇。但係我就覺得佢直尾個問題冇乜改善嘅，所以睇完佢試閘同埋睇佢之前同嗰隻創科群英跳嗰個走勢之後咧，我都係驚隻馬未夠，咁加埋換咗潘頓啦，咁我自己就冇揀到。因為你本身我記得你有要嘅都係啊，如果麥道朗跑我就跑第4選咯，潘頓跑我就唔要。咁我就最後尾決定撞一撞隻冷門咧，就係隻至尊貴寶。咁呢隻馬咧，咁雖然就冇好似睇落去冇乜2000經驗，但係其實隻馬真係幾忠心，因為已經係跨季連續8場入獎金名次，亦都只係因為潘頓跑嗰場初賽頭週場就無端走咗去放頭跑係6啦。咁其他時候佢都全入前4，隻馬係好忠心嘅馬。同埋上一場嗰場同氣尊龍跑嗰場16咧。巴度都係攞位有啲論盡，咁所以呢隻馬我覺得其實係仲有少少水位，同埋隻馬夠 fit 啦。咁加埋呢隻馬本身下次出自黃博嘅，咁我覺得跑2000係 OK 咯。咁所以呢隻馬今次又有個4檔，咁巴度摸過，咁呢隻馬亦都係開始慢慢放鬆到頭段。咁既然隻馬都仲係幾 fit 嘅情況之下，因為我一睇開盤到佢係全場最冷嗰隻嚟，咁我就覺得既然係咁，不如拖埋佢咯。同埋羅富全都有心思啦，即係安排佢試呢組嘅1650嘅泥地集啦。咁佢翻到嚟跟到，其實佢個餘勢都幾唔錯嘅，咁都黐翻住隻紫荊傳力。咁當然即係雖然佢下線係到2000，咁但係始終即係落地。即係叫做嚟到香港第一次跑2000，或者佢生涯第一次跑2000啦，點都係有少少考驗嘅。咁你話如果個步速偏慢少少，都鬥爆一段，佢直情係短途馬上嚟啦，即係佢個變速嚟應該會更加好。希望佢可以掹到，同埋始終巴度跑長途，咁亦都有過遨遊氣泡啦，豬肉在前都跑得好嘅。咁呢隻作為冷門，咁成日跑打比咧，啲第2、第3咧都會撞啲冷門落嚟嘅，甚至嘉應傳承啊。幸福掌聲呢啲啊大冷門，佢哋玩嘅話係咩？中段同你走咯，巴度其實係出到呢一招噶嘛。咁睇下如果至尊寶原來出呢招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翻到嚟都有啲驚喜嘅表現啦。咁啊呢組集我哋就要晒紫荊傳力同埋至尊貴寶嘅兩隻都稍稍邊線，睇下可唔可以都跑得好啲啦。咁啊就除咗頭先 S 君最尾做即係嗰個數據同大家講下嗰個經典杯10倍以上嘅即係頭馬即係。嚟到打比之後跑成點咧？咁啊最尾都有個數據就係講緊啲放頭馬咯，因為就講數字天文啊嘛。咁啊數字天文就係啦，咁啊睇下近5屆香港打比大賽，去到800米段處嗰陣時，放頭馬翻到嚟個成績點？嗱，其實就真係整體都唔太差嘅，起碼都全部有獎金先。上年嘅平凡騎士翻到嚟都頂到第4，最差嗰隻就健康愉快第6，其實都輸3個零馬位。咁但係就贏唔到，咁啊睇呢個表咧，馬佬同健康愉快都係羅富全嘅賽區嚟嘅，係放頭翻嚟一個第4，一個第6。今年佢就揸住隻數字天文就都好大機會佢係放頭啦，可唔可以打破到數據呢個？我諗都有機會嘅。咁你其實你坦白講，你加星球 Group One Winner，其實嗰4都係二班馬啫。咁如果大家覺得數字天文係有能力向更高嘅層次邁進嘅時候，咁當然佢就會有機會。咁同埋呢場就冇天星喺度搞搞震咧，咁照計佢都會放得輕鬆啲嘅。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希望即係呢隻數字天文其實真係羅富全練馬師賽馬團體嘅馬啦。以往都有一隻跑過打比嘅難以置信嗰陣時就跑第5啦。咁啊今次係第2次着即係有呢件賽衣嘅參賽，亦都係今屆嘅其中一隻擂台等。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繼2019年嘅天滿意之後再捧打比，定係咧廖康銘就憑白金剛就報翻上年呢個翠紅一戰之仇啊！文家良都未贏過打比㗎，就標之宇宙咁啊！睇下呢3隻就我哋之前都有揀嘅，咁啊羅富全當然就3個輕兵啦，就仲有隻紫荊盛世同埋至尊貴寶。尤達榮都係第1次參加打比，佢都係2隻嘅。咁啊頭先我哋都講一定超其實都幾唔錯嘅馬，咁希望都交到好成績啦。係個檔位差啲啫。係紫荊傳令就真係可惜啲啦，賽前就太多嘅變化，因為原本我哋都幾中意佢，但係而家多咗唔少變數咁，但係。
希望亦都跑得好啊！咁啊睇下到時最尾今屆嘅打比大賽都仲未計嗰啲咩美麗星辰啊、瑞城人西，本來都大家好受注目噶嘛，係搞下佢就變咗冷門嚟，唔知點解嘅。咁啊睇下今屆最尾香港打比大賽最終又花落誰家啦？咁啊同大家睇埋呢場嘅香港打比大賽之後咧，咁啊完晒今期嘅6集節目啦。下個禮拜就精彩咯，咁啊而家就一係就8場，一係9場就仲多啲添。咁但係咧本身有5場咧就好似話跑唔到嘅，而家又跑到喎。係啦，啱啱亦都公布咗嗰個出賽陣容啦。咁當然因為一啲戰亂嘅原因啦，就令到個陣容有啲減弱咗。咁但係都好值得一睇，就杜拜世界盃賽馬入5場一級賽啦。咁另外澳洲方面就會有澳洲杯同埋鄧格錦標啦，唔知會唔會播埋葡萄園育馬場錦標，咁到時先知。另外仲有日本嘅高松宮紀念咧，就係你嘅愛區內村家人嘅告別戰。係啊，最後一戰究竟佢可唔可以有種滋味，真係俾佢贏翻次一級賽咧？咁啊，杜拜世界盃賽馬咁啊，大家都係睇住青春永駐，可唔可以完成佢嘅偉大賽馬藍圖嘅係咪最終一步啊？正是嘅一個泥地入面嘅最後一步啦。係咁啊，睇下到時下個禮拜咧，就同大家傾澳洲啦、杜拜同埋日本3個地方嘅大賽，咁記得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。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星期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中意我哋條片嘅朋友就快啲去追蹤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，之後再叫埋你啲朋友一齊去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就唔怕錯過我哋每一集嘅最新資訊啦。記得